主后2025年3月1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两位新任传道人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3章第1到38节。现代单语版圣经《路加福音》第3章。罗马皇帝提比留统治第15年，丰收比拉多做犹太总督，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。伊的小弟腓力做伊托利亚甲狄拉科尼地方分封的王。卢撒列做阿比利尼分封的王。安那甲盖亚法做大祭司的时，上帝的话临到撒加利亚的囝约翰。迄时伊伫旷野，约翰就去约旦河一带逐所在宣扬讲，着悔改领受洗礼，上帝就赦免恁的罪。照先知以赛亚的册记载，有声伫旷野得发，着为主准备道路，为着伊受得烧路。一切的山谷着吞互甜，所有大山小山着卸互家，弯曲的路着改互直，坎坷的路着修互平。万民拢会看见上帝的拯救。约翰甲来要领受洗礼遐个群众讲：恁遮个毒蛇，什么人经过恁闪避上帝得要发的受气？着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。恁毋通家己想讲，亚伯拉罕是阮的祖先。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当用遮个石头做子孙互亚伯拉罕。斧头已经看伫树头，所有无结好果子的树，拢要甲插起来，迄落火。众人问约翰：安尼阮着做甚物？伊应讲：有2领衫的，着分互无的；有食物的，嘛着安尼做。有一寡冒失嘛来要领受洗礼，因问约翰：老师，阮着做甚物？伊甲因讲：规定的税金以外，毋通加收。有一寡军人嘛问伊：阮着做甚物？伊甲因讲：毋通甲人恐吓摕钱，嘛毋通甲人敲油，所领的薪水着满足。民众伫期待，大家心内想讲约翰检采是基督的时，约翰对大家讲：我用水甲恁洗礼，毋过有一位比我较有权能的得要来，我连甲伊头围带都袂堪得，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礼。伊的手摕簸箕，要将未停的麦簸清去，麦仔收入仓库，麦香就用袂花的火甲伊烧掉。约翰对民众传福音，用真侪无共款的讲法甲因劝勉。不过，约翰责备分封的王希律，因为伊有娶弟妇希罗底做某，阁因为伊有做真侪歹代志。遮个以外，伊有做一项阁较歹的代志，就是甲约翰关落监。民众拢领受洗礼了后，耶稣嘛来领受洗礼。伊伫祈祷的时，天开，圣神降落伫伊顶面，形状亲像粉鸟，佮对天有声讲：你是我所疼的囝，你我真意爱。耶稣开始传道的时，约30岁，众人看伊做约瑟的囝，
约瑟是希里的囝，希里是马塔的囝，马塔是利未的囝，利未是麦基的囝，麦基是亚那的囝，亚那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马他提亚的囝，马他提亚是阿摩斯的囝，阿摩斯是那鸿的囝，那鸿是以斯利的囝，以斯利是那该的囝，那该是马押的囝，马押是马他提亚的囝，马他提亚是西米的囝，西米是约瑟克的囝，约瑟克是约大的囝，约大是约安那的囝，约安那是利撒的囝，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囝，所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囝，撒拉铁是尼利的囝，尼利是麦基的囝，麦基是阿底的囝，阿底是哥桑的囝，哥桑是以摩东的囝，以摩东是尼的囝，尼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以利以谢的囝，以利以谢是约灵的囝，约灵是马塔的囝，马塔是利未的囝，利未是西面的囝，西面是犹大的囝，犹大是约瑟的囝，约瑟是约兰的囝，约兰是以利亚敬的囝，以利亚敬是米利亚的囝，米利亚是麦南的囝，麦南是马达他的囝，马达他是拿单的囝，拿单是大毕的囝，大毕是亚西的囝，亚西是俄比德的囝，俄比德是波阿斯的囝，波阿斯是撒文的囝，撒文是拿顺的囝，拿顺是阿米那达的囝，阿米那达是阿民的囝，阿民是阿尼的囝，阿尼是希斯伦的囝，希斯伦是法律斯的囝，法律斯是犹大的囝，犹大是雅各的囝，雅各是以撒的囝，以撒是阿伯拉罕的囝，阿伯拉罕是他拉的囝，他拉是拿福的囝，拿福是西罗的囝，西罗是拉俄的囝，拉俄是法律的囝，法律是希伯的囝，希伯是撒拉的囝，撒拉是该南的囝，该南是阿法萨的囝，阿法萨是闪的囝，闪是拿阿的囝，拿阿是拉密的囝，拉密是马托萨拉的囝，马托萨拉是以诺的囝，以诺是雅列的囝，雅列是马流列的囝，马流列是该南的囝，该南是伊那斯的囝，伊那斯是赛德的囝，赛德是阿东的囝，阿东是上帝的囝。两位新任传道人，2024年6月，我伫台湾教会公报顶面看到几篇文章，是新学生所写有关牧会前的心境甲期待。文中讲到，牧养是一件无容易的代志，特别是爱面对复杂佮多元的社会，任何想象袂到的情况，拢可能会拄到。所以安怎持续学习耶稣希奇的奉献精神，伫牧养上保持谦卑甲委身的态度，是真重要的课题。看到即几篇文章，也勾起我拄呾进入教会，开始传道侍奉的回忆。记得实行院毕业的时，我还真少年。伫咧
举行派任感恩礼拜的几点钟前，我恐惧甲秘踮册房内，毋敢出来。想到我得要牧养一间教会，长执因的年纪比我搁较大，社会历练也比我较丰富，我着安怎牧养教会，甲带领长执的？因为接受一个少年搁无经验的女牧者无？该在长路时有亲人敏锐察觉我会惊吓，听我的心声了后，邀请我做伙祈祷。祈祷煞，我勇敢行出册房，接受派任的受职典礼。今日的经文也讲到两位新任传道人，一位是施洗约翰，一位是耶稣。路加福音3章1节到2节，清楚交代施洗约翰传道时的政治甲宗教背景。当人要来接受约翰洗礼的时，对伊的回答，通知传道时的政治欠缺公义、宗教腐败、社会充满诈骗、贪财和欺压弱势者的现象。约翰顺从上帝，忠于伊的旨意，最后因为得罪希律王遭受斩头。约翰义无反顾，毋惊得罪人的风范，实在值得现代传道人学习。耶稣伫大约30岁的时开始出来传道，伫传道以前，耶稣先接受约翰的洗礼。迄时，对天顶有声音传落来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，你我真意爱。”耶稣真早就知影家己的身份，伫洗礼的时再度确认家己是上帝的囝儿。这个身份认同，对即将进入侍奉的耶稣来讲，是真重要的代志。身为基督徒和侍奉者，咱也爱清楚家己的身份。咱是天父上帝所喜爱的儿女，无人会当凭借外在条件甲成就来赢得上帝的喜爱，通成做上帝的儿女，是上帝白白的恩典。今日的经文也详细记载耶稣的家谱。看到这类经文，真侪人大概会想要跳过毋读，毋过莫小看耶稣家谱的意义。福音拄好是对安尼的家谱逐渐扩张的。若对照马太福音的家谱，还会通看到外邦女子路得的名，和出人意料的妓女拉合的名。这位妓女安怎会出现伫耶稣的家谱顶面呢？这就是上帝奇妙的救赎计划。伊的救恩毋是局限伫以色列，要延伸到外邦人，甚至罪人的身上。上帝的救恩充满包容性，就算遐个伫人眼中卑贱渺小的，拢会当受邀请进入上帝的国度。默想对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这两位传道人身上，我学习到甚物？对施洗者约翰和耶稣基督这两位传道人身上，我学到甚物？咱来祈祷，拯救普世万民的上帝，感谢你伫历世历代拣选差遣你的仆人来宣扬福音，牧养教会，愿你的救恩持续彰显伫阮中间，伫世界逐角落扩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